款咧係一款面膜嚟嘅，放你哋攞啊強仔啊！我呢一款係一款面膜嚟嘅，但係佢會起泡噶啦，一用你見到我用咗5-6分鐘係咪？我擦開我兩面，係咪即刻白咗一個維度？係，而家你呢邊係白啲，嗰邊係暗啲嘅。嗱，你睇清楚啊！我對面靚咗好多噶喎。你第一次咧，你就會覺得我對面靚咗好多，係咪？唔係，嗱，你自己睇清楚啦。兩個光線完全唔同啊，兩個嘅白度完全唔同。想唔想對面靚啲？嗱，因為咧，我哋呢個面膜咧，佢除咗可以冇錯係起泡嘅面膜，8到10分鐘就得噶啦。然之後咧，我呢個面膜咧，我哋平時咪洗面嘅，洗唔乾淨嘅，佢喺入邊咧滋養你每一個毛孔嗰啲面膜咧，佢都嗰啲污糟嘢咧，佢都會幫你洗乾淨晒嘅。而且佢係進口嘅，係韓國㗎，韓國嘅面膜。嗱，你睇清楚啦，進口韓國嘅，你用第一次你用好多植物嘅提取物嚟㗎，好多植物。佢一個星期你用2次。用2到3次，佢會洗乾淨晒你個毛孔。佢唔單止洗乾淨晒你個毛孔入邊，仲有重組膠原。佢仲有乜嘢啊？有我哋嘅玻尿酸，跟住同埋佢入邊仲有玻尿酸。玻尿酸就鎖我哋嘅水係醫某美某級啊！凡係我哋去到醫某美某級咧做個 SPA 咧，佢就會有我哋呢個套餐㗎啦。殺酸殺霉。然之後咧補充我哋嘅玻尿酸，但係我哋全部有晒。嗱，你睇下，我用一邊你就可以感覺得到咧，我毛孔咧明顯係乾淨晒、細膩晒嘅。只要你用2、3、4次，係進口㗎，係韓國㗎。如果直播間嘅朋友仔，啲姐姐仔兩面好多斑嘅，自己兩面咧膚色唔均勻嘅，想兩面白少少嘅，想而家冬天咧鎖水啲嘅，我哋經常化妝嘅，想1、2日咧乾淨啲多嘅。你睇下我啲毛孔呢個係刷霉嘅技術咧，即係等於我哋平時大家都知道㗎啦，霉嘅話可以清除我哋嗰啲污垢嘅嘢。嗱，我哋唔得，我哋呢一隻手，我唔單止我隻手，連我隻手都可以敷埋嘅喎，可以清潔埋嘅喎。你睇清楚喎，你哋唔使擦酸嚟去角質㗎啦，你用咗呢個佢直接可以去埋我哋嘅角質，係溫和去角質，而且佢入邊咧有個叫做 SD 生物酶咧，佢係諾貝爾獎嘅提名嚟㗎，我可以俾埋你㗎。佢等下咧佢就會起晒泡，然之後咧氧化你哋嘅毛孔㗎啦。有幾多個人有想要？因為呢一支嘢咧，我哋喺韓國咧，咁佢俾我哋咧就係99.9蚊，係2支嘅。但係我要求佢去到阿小圓直播間推廣，我要求佢3支。咁我睇下有幾多個人要，因為佢咁樣嘅，我仲希望佢送多支，因為今日雙12。係咪雙12啊？係，佢而家雙12嘅活動已經開始㗎啦。係雙12嘅活動開始，嗱你睇下啦，佢即刻可以起泡啦。然之後清潔，我哋平時咧用補水面膜，但係1個星期一定要用2次呢啲起泡面膜，一定要用2次嘅。我仲要叫佢俾多一個試用裝我哋嘅。係一個細個嘅試用裝。係俾多一個試用裝，你覺得唔好嘅，你4盒退翻嚟得啦。你問下佢願唔願意俾多盒先，唔願意嘅就算數。我問下佢睇下佢願唔願意連孖先得你。99蚊9，佢俾2盒，我求佢俾3盒嘅，但係今日雙12，叫佢俾4盒，得嘅4盒啊。你頭先又話3盒，你而家又變4盒。你可以問下直播間嘅人，如果我講3盒嘅，你劈咗我頭落嚟。我問緊佢。你可以問下係咪4？你頭先你話2盒，跟住你話雙12俾多1盒啫嘛。我講4盒㗎，你有冇人連上嚟唔信我嘅？屌，真係姣，我真係無言帶走我。連埋班。我啱先講4盒定係3盒㗎？我3盒想爭取多1盒。4盒唔係3盒，我講錯咋，寶，我記得我自己講4盒。本身係3盒，想爭取叫佢多1盒。係咯，等於25蚊啦。要求嘅係4盒。冇錯。連埋班。我都有用㗎呢隻。你唔好出聲字，連晚杯出身。阿寶，你話乜嘢啊？你有用嘅啫。乾淨底部嗰啲面膜。嗱，你睇下我隻手。清潔你個毛孔㗎。佢唔單止清潔，佢入邊有玻尿酸啦，同埋咧佢可以殺霉嘅。即係點樣殺霉咧？即係我哋嘅角質層厚嘅時候咧，佢阻住我哋皮膚轉變嘅時候咧，嗱，你睇下。好用，因為佢入邊有葡萄籽，佢仲有一個 SD 酶同埋天然嘅木瓜酶。之後咧佢可以蛋白酶。係木瓜蛋白酶，佢嗰個 SD 酶咧就係諾貝爾獎嘅提名前10，所以我就話俾你知啦。有用過咩呢隻？唔係呢隻。韓國咁先見我用制度嘅。嗱，你睇睇啦，我擦咗之後咧，佢用咗鐵靚樣。佢瞬間亮1個度嘅，兩面靚1個度嘅。香港嘅可以點買？要集運，可以嗎？品牌嗎？小袁姐姐，我有點聽不懂你在。我的意思是你給我們的價格是99塊錢，是2盒，但是雙11你說給多1盒是3盒，是不是？是的，因為我也要感謝咱們這邊幫我們把這個品牌帶到抖音上，給大家做品宣，所以說這邊給到小袁姐姐這邊多加1盒，3盒99塊8。我是這樣的，因為我直播間很多人的，我是這樣的，因為今天是雙12，你們沒有那麼優惠價券的，我是要求你給多1盒。小袁姐姐，這個真的不行，因為我們這個是純原裝韓國進口的產品。我不管你原不原裝啊，我也沒去過韓國，我也不知道價格是多少的。我是這樣的，我就是要求院線的產品。小袁姐姐，我不管你院不院線，你打個廣告是不是？打個廣告要多少錢？打個廣告讓人家知道你這個品牌要多少錢？啊？小袁姐姐是這樣，我們這個不是普通的面膜，我知道你不是普通的，你品質好我才。是刷霉刷菌，是雙重黑科技，它是可以煥亮淨膚，給我們皮膚打個基底。就是你用完這個面膜之後，你去感受你的皮膚像絲綢一般的絲滑、透亮、淨澈。你再用你其他的護膚品，它都會吸收得更好。我明白啊，我看過了，抓菌嘛，還有8D 的玻尿酸嘛，水解膠原嘛，都不一樣。對，你這樣好不好？因為我已經開口了，要4盒，你沒可能不給我這個面子，你就可以。因為我第一次用這麼好的普通話跟人家聊天的，我平時說的普通話你們都聽不懂的。我今天的普通話好不好？好的，打個1。你有沒有發現？我們大家如果是都會知道，它不是普通的面膜體膜，它不是只可以用在臉上，你全身都可以用。我知道你全身都可以用，但是我們有多少人是全身用的？是不是？我們最多就是用那眼的有那種，你給多1盒吧。小袁姐，這樣既然你已經說了，
开这个口，直播间这么多人，我确实也不好意思得罪大家。那我这边给到咱们4盒的20份吧。那如果你说20份呢，你就不用吗？不用在我直播间开价了，因为只有20份，我直播间有5000多人哈，我最多的时候1万多人。你说行就行，不行就不行哈。我要求你给多少？给50份，1盒都不能少。你叫你就加，不叫那就算了。你要我这边1、2、3上架，真的是亏损的呀！我卖的越多，给的越多，我赔的更多呀。我要你不多就50份，你看一下30份，我的手多亮，好不好？那别卖了。但是我们这其实是成本很高，你要不要上？它里面是刷煤和那我不加单，你听我说，我不加单就50份，你要不要拖来拖去了？就像他说的，你行就行，不行就算了，因为我也不跟你聊那么多，是不是？我自己，你看一下，我准备上这个产品了，你上不上？上不上？小妍姐姐好可爱，上不上？你上我就上。你不上我就上这个品了。好，那我50份就50份交个朋友，做个品宣，跟直播间的亲人大家们也见见面，让这个产品让大家都能体验到这种好的刷煤刷菌院线级的这样好不好？我先上好不好？50份。直播間嘅朋友仔，你哋準備好未？你準備好嘅，我想嗱，我今日俾到大家嘅唔係呢個嚇，係呢個係我哋韓國原裝進口嘅個葡萄梅小氣泡駐顏面膜。你睇清楚，我哋呢個面膜佢係咁樣嘅，只要你對面邋遢嘅，你對面唔乾淨嘅，你對面要冬天要補水嘅，我哋每日單止面全身都好。如果你邊度角質層重嘅，你想補水嘅、滋潤嘅，嗱你睇清楚我對面，嗱你睇住我隻手啦喎。你搽咗落去大概10秒左右呢個開始起泡，10秒到20秒起泡。1、2、3、4、5、6、7、8、9、10，然之後咧，佢啲泡泡咧，佢會喺你啲毛孔嗰度滋養，喺度洗緊你對面嚇，洗完你對面佢仲有8層嘅玻尿酸，抽咗啲污糟嘢出嚟。冇贈品㗎，我俾一盒試用裝你哋試咗唔好用嘅唔緊要退，但係如果你攞咗正裝嘅，我哋就唔退嚇，講明先。你哋準備好未？準備好嘅打個1。準備好啦。佢而家係俾我哋嘅有氧 SPA 嚇，我哋嘅毛孔啊，用完之後我哋。嗱，佢越嚟越多泡噶啦。你用咗之後咧，你等佢氧化，你自己搓下佢，即係你起咗泡之後咧，你唔好學翻小丸咁快脆抹走佢，你大概等佢氧化個5分鐘，因為佢咧先會吸收晒你啲污糟嘢出嚟，打開你嘅毛孔，而裏邊嘅營養玫瑰精油啊，同埋佢嘅葡萄籽精華呢啲全部會滲透入你嘅皮膚底層。唔得㗎，要洗㗎，免洗嘛！你而家告訴他不是免洗的，我們是要洗的。最好咧即係你過8分鐘之後咧，你加少少水喺個洗面機度咧，一路捽佢，打圈捽佢，佢仲乾淨仲靚。即係用嗰個咩係咪？嗰個清水咧8分鐘之後就可以洗係咪？少水8分鐘之後你起晒泡嘛，8至10分鐘。跟住你哋買使唔使25蚊一盒啊？阿寶，你哋買？你唔好玩啦，我買幾百蚊支啊！你買幾百蚊係咪？你買幾百蚊支啊？我呢一支韓國進口嘅25蚊，9蚊4支係咪25蚊？再俾多一個試用裝你哋。你幾百蚊支啊？你係韓國產品定外國啊？我唔係，我台灣。你係台灣嘅係咪？嗱，我哋準備俾我試用一盒仔啊！準備好未？50萬，1、2、3，上車，幫我睇住。你再展示下你試用嗰一盒俾佢哋睇下，係試用嗰一小盒啊，唔好開咗個大盒啊，正裝唔退啊。呢個咧正裝唔退要扣錢啊！呢個試用係呢個嚇，你好用嘅你就試，你唔好攞呢個喎，因為唔配，因為佢真正嘅韓國進口㗎。試用裝你可以先喺你塊面嗰度咧，你先試用一次。你用完之後咧，你試個牛奶機出嚟啊！佢用完之後，你吸收，即係你起咗泡，跟住吸收晒你啲污糟嘢出嚟，打開你毛孔，精華嗰啲全部玻尿酸，我哋嘅葡萄籽全部吸晒入去，特別冬天、春夏秋冬佢都可以賣㗎。而家剩翻40份。40份拍到嘅，你要潔面膜你自己拍下 K 下，拍唔到嘅加試用裝共5個嗎？冇錯，你俾佢睇下我幾多盒嘅，我1盒4盒正裝，1盒嘅試用裝，1個試用裝4盒啊！咁我哋咧係進口產品嚟嘅，8字開頭嘅，大家睇睇係8字開頭嘅。呢個價布係咪？其實咧一支能夠用幾次啊？一支你隨你個，我一支可以用成個月㗎咯喎！如果你乜嘢嘅阿寶一支可以用幾次啊？你個包大概1包幾多 ml？1包有唔識喎，我唔識睇韓文㗎喎。或者唔係佢100支你其實塊面用唔多㗎咋。頭先你支底手嗰啲已經好多㗎啦。我同你哋講，有啲人話啲小朋友啲中學生、大學生用唔用得到？特別係我哋直播間有啲人好多油嘅對面，好多痘痘嘅。中學生更加用啦，暗瘡皮膚乜緊。係佢唔用啊！呢個嘢咧，如果你敏機嘅，你唔好俾佢用喎。你先試下隻手先。如果唔敏嘅話咧，你可以直接俾啲嗰啲中學生啊發育緊嘅，好多啲痘印、痘坑啊，因為佢油脂分泌多，佢有閉口啊。邊有嗰個 SD 嘅嗰個蛋白酶咧，佢就可以即係幫助我哋嗰啲我哋嗰啲學生哥入邊嗰啲閉口粉啊，你聽唔聽得到啊？呢個加急，你講乜嘢？生暗瘡清潔多啲毛孔咧，其實都對暗瘡皮膚好，因為多數即係學生咧係爆瘡嘅，爆得好勁㗎，係。好多學生係爆瘡，好多。